抗热风台扫咧台湾，雨水带真高。根据经济部水利署早起11点的资料，石门水库、站温水库、阿公店水库等拢有放水。其中这桃园的石门水库是对昨暗到今透早，当地雨量达到175毫米。 记者伫桃园的石门水库会当看到，即个石门水库的水，就那个水墙共款一直喷起来，风雨实在是真大，就真侪民众吼，趁透早赶紧来翕相，等者搁要来去食西餐厅。于水利署透早8点，就赶紧甲这个预防道拍开。大哥，你为倒位来的？我伫龙潭，我是本地人。你哪会知影有这来？我看那个即时影像看到的。很久没这样放了，加固啊。 好像好几年，前几年都没有台风假、都没有再放啊。这久才一摆，有时几啊年才一摆。石门水库下水，真侪民众是冒风雨来翕相，下水的场面是真壮观。水利署表示，顶届石门水库开预防道下水，一定是2冬前年扫风台的代志啊，显示抗热风台有影带来真侪雨水。根据水利署的统计，昨下暗到透早，石门水库的雨量一定有到175毫米。水利署透早8点，赶紧甲预防道 开。今仔日下早8点吼，阮是放预防道。预防道伊是阮水库内面吼，放水量上大的一个设施。台湾伫今年7月开始，就连续3个风台扫入来。7月份的凯美风台，10月份的三得利风台，即摆阁有空热风台。风台造成灾情嘛，带来雨水。水利署预估即届风台累积的雨量，会当用到明年初，嘛会当提供农民种早冬稻仔引田来使用。记者陈选柯敏哲桃园报道。